滕大人，请。王太师，滕大人，此番路过文州，蒙大人看顾，同来将心事打展，下官这想拜谢了。王太师，我看你呀，还需再待我一杯，再谢我一谢哟。这恰为王太师，你的心事来了。太心堂亮晶晶，云家桃花喜临人。福建安陆有一女，18多年没情人。她不良的关境，曾想当门啊将臣。天子一杯没分饮，月下老子我担啊臣，我担臣。大人，万圣正遭巨变，终身不取礼。哎呀，这位小姐，把礼条也绝不可失，太师不妨一见哦。下官不解。难道老夫子也无礼？大人怜我万圣官人，这是警察之门，终身不忘。下官曾对天立下誓约，哦，什么誓约？杀要再去，此非杀中西城。哎呀，你王大人，时日已到，请大人也下。哦，请。等大人请不去吧去？去吧。阿弥陀佛。
莫算千钧黄沙与什英勇的笑声相思。今恨起你今恨起你今恨起你这么生，我定看我家小姐好不黑骚。咦，小姐，你也不要看人家了，快嘴吧。放上快来，放上快来！大圣，与我结事。皇上，圣太夫人是哪家杂眷？哦，是佛姐姐我家的小姐。什么？她？就是她呀！什么她？就是她呀！哎呀，皇上，现在邓大圣审美的定是此人。哎呀，是当哪也是此相似之人，莫非他是什么的？哎呀，大圣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。我去找邓大圣，这就去，这就去哟！哎，王太岁，哎，王太岁，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祖孙找到你了。哎，皇上，正在和你说话的可是九儿王太岁。真是王太岁。哎呀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小弟，他就是他。哎呀，是指什么他就是他呀？你不明白，皇上，请。今天出了好事，怎么一步步对毛病啊？